News 的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席子琪。其实是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停滞当中，就是一直没有被太多人看见，然后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如果有一个唱跳节目，我一定会参加。结果真的就有一个滴滴52，就其实真的是比赛以来，真的是每一集必哭。尤其是不知道为什么风暴黑桃看起来这么帅，这么有个性，但是比其他3团更爱哭，更容易哭，就是蛮意外的。我们大家外表都那么强势，然后却内心真的是很脆弱。但是不知道就觉得，我觉得是我们的哭其实不是难过或者是伤心，觉得自己表现不好，是一种压力的释放，跟我们终于被看见的那种感觉。那你有没有自己记得哪一个点是你哭的最惨？团员被淘汰的时候，对，因为其实我们大家都是相处蛮长一段时间，而且我们风暴黑桃感情真的是特别好，就是很像姐妹那样子的好朋友，完全就是不会勾心斗角或者什么的，所以一旦有人离开了这个团体，我们就会很不舍。但是不管他们是不是离开，但他们永远都是风暴黑桃。其实长达半年，而且我们就是大概回家睡个3-4个小时就要出门见面，就是又见同一群人，然后做同样的事情。对，其实我真的没有想过我会参加女团这种东西，因为大家应该对女团印象都是很可怕，真的是很可怕。对，然后一开始其实进来这个女团，我也觉得我不要跟他们这么好，就是我觉得我来练舞，我练完舞我就回家，我才不要跟他们一起去吃饭嘞，什么他们约我才不要去嘞。结果没想到我却深深的陷入这个女团当中，蛮意外的。然后我也没想过我竟然会想要待在这个女团，就是不管未来还是什么的。因为其实我们一直觉得陈琳老师是我们的演艺圈之母，就是她真的很像我们的妈妈，就是我们会在验收的时候，她会给我们很多的鼓励，但是该骂的还是会骂，但是她给我们的鼓励真的是会帮助到我们的。然后尤其是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，会给我们一些安慰、拥抱，对，那最温暖。然后陈琳老师就是很凶的时候会很凶，可是因为她认真，她是真的想要为我们好，所以她是用心的在对待我们104位女孩。